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波大夫。今日又到24節氣養生時間啦，咁就唔好怪天氣濕滑啦，因為你嘅頸痛、腰痛、腳痹，其實都係同今日谷雨呢個節氣有好大關係噶。咁啊就教大家3個痛症急救嘅方法，咁唔識咧就好蝕底噶啦。咁谷雨落雨多，濕氣最中意纏繞住你啲經絡啊、氣血啊。咁中醫講濕性中足啊，咁氣血唔流通嘅時候，自然就會痛啦，同埋好實啦咁樣。咁尤其咧就係肩頸、腰腿呢啲問題啦。咁呢排咧都特別多人咧揾我哋做一啲痛症嘅針灸去處理嘅。大家第一招咧就係按摩一啲痛症嘅穴位。咁第一個必按嘅穴位咧就係膝頭哥內側呢個叫陰陵泉，按3分鐘，咁咧就可以健脾去濕。咁第二個咧就係小腿外側咧，射手指下面呢個叫足三里呢個穴位咧，早晚各按1次，咁就可以調理氣血、止酸痛。咁第二招咧就係艾草暖身咧就係最掂噶啦。咁用艾草水浸下腳咧，咁就浸10分鐘。咁或者係啲痛嘅位置，輕微做啲艾灸啊，做15分鐘就可以驅寒化濕。咁起身嘅時候咧，都唔會覺得又攰啊又痛啊咁樣。咁第3招咧就要飲食撐住個脾胃啦，可以飲呢個茯苓薏仁粥或者係赤小豆湯。咁少食一啲生冷嘢、海鮮啊，咁將啲濕氣排走晒咧，咁痛症咧自然就唔會纏住你嘅身體噶啦。咁谷雨養生咧，止痛先至係重點啊！想知道更加多痛症專業嘅調理咧，咁下面留言谷雨咧，咁我哋即刻回覆你。記得踢翻你嗰個有痛症嘅朋友，咁一齊養生免痛苦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